嚟咧，都焗住可行㗎啦，係嘛？咁點解我話埋下計時炸彈咧？大家就要由而家開始計，因為我黃貫一未必喺呢度仲係講5年嘅。咁2012年咧，美國嗰個炸彈可能咧會令到全世界都爆炸㗎啦，就推後5年。咁我結論咧就呢次如果佢真係去夾硬嚟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咧，就即係我自己內心覺得咧，賣白粉嗰啲冇罪，即係叫你食糖衣毒藥嗰啲啊，行咗去啊，袋埋錢行咗去。食白粉嗰啲咧有人救喎嚇，唔使驚，係政府嚟救我哋嚇。咁啊守法者咧就重判，你供啊嘛，供多啲啦，俾心機供啦咁樣。咁即係呢乜嘢社會嚟嘅？所以咧我就專登咧係攞出嚟咧就即係抒發下個人意見啫嚇。嗱，黃 Sir 咧就幫我哋好深入咁分析咗，即係市場暫時對於呢個方案咧一啲資料咧，咁啊出嚟個方案係點咧，都可以留意住咧。今晚我哋 Now 財經台咧都會現場直播住個記者會啊，咁啊睇下即係個方案出嚟咧係咪真係個細節咧係同即係市場傳出嚟一樣啦。咁呢一次咧我哋傾到呢度先啦，陣間翻嚟咧我哋睇下英國樓市嘅情況嘅，轉頭見。